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冬至要吃半眼汤圆。冬至吃半眼代表家人团圆，而且吃了汤圆就长了1岁哦。哇，那我要吃10颗就可以长10岁。点点，你吃10颗汤圆还是只有长1岁啊？嘿，不过你们2个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？我们喜欢吃花生半眼。哦，你们喜欢吃反 tail 口味的，可是我今天买的是买。那是什么口味呢？买就是芝麻。哦，买。黑黑的，看起来好可怕哦！我不敢吃了。亮亮，你可不要被它的外表给骗喽。买虽然看起来黑黑的，但是吃起来其实甜甜的，很多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哎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要吃吃看。没问题。反 tail 花生，反 tail 花生。点点，你要吃反 tail 冰淇淋吗？好啊好啊，我最喜欢吃反 tail 冰淇淋。买芝麻，买芝麻。点点，你要吃买口味的半眼吗？我不喜欢吃买的，我喜欢吃反 tail 的。半眼汤圆，半眼汤圆。点点，你知道冬至要吃什么吗？吃半眼。答对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买起白老半眼。反 tail 买半眼。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！张磊亮。